Hello， 欢迎收看《哥哥共哈发》，我是明华。看看这些新娘衫、新娘服，是不是懂讲呢？今天 GoGo 直击要带大家直击的就是婚纱摄影师了。我们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帮新娘子拍出美美的照片呢？走喽！怎么让穿上新娘衫的新娘能够有一个美丽又难忘的拍照经验？婚纱摄影师就得要花心思。像是让新娘躺在水中拍照，这也是新创意。只是我本人体验水中婚纱照之后，就发现当新娘被拍很辛苦，而拍人的摄影师更辛苦。你觉得当水中婚纱摄影师最辛苦的是什么？那我想我们摄影师呢本身就要很有耐心的去导引它，然后而且水中的其实很多动作很多方面其实还蛮费力气的。当水中婚纱摄影师不但要会潜水，要会拍照，还得要指导新人摆 pose， 真的是相当的花体力。只是照片拍得美美的，但其实他们得要泡在水里好几个小时。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是皮肤，匹夫。为什么要教大家匹夫呢？因为水中婚纱摄影师他们得要在水里面待好几个小时，皮肤都会皱皱的。今天我们就请到我们的水中婚纱摄影师一起跟我们学这个客家单字皮肤。看看成品照片是不是真的很美呢？水中婚纱摄影师说，这一行虽然很累人，皮肤长时间浸水，对皮肤都唔好。但是看到新娘衫低碎度、甜碎泡，新娘散发幸福笑容，就觉得心满意久。Hello， 各位朋友们，讲到这个水中的婚纱摄影，不单是摄影技术要很厉害，其实新人的耐力也要很强哦。好了，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新的词。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新娘服、新娘衫、新娘衫。第二个词呢就是皮肤、匹夫、匹夫。第三个来学到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新娘服在水中自然飘动。新娘衫低碎度甜碎泡，新娘衫低碎度甜碎泡。其实的新娘服在水中自然飘动，要是飘动的好，真的会很美。但是如果飘动不好的，可能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非常的厉害喽。好啦，我们明天见，拜拜。